詩篇第46篇，神是我們的避難所，是我們的力量，是我們在患難中隨時的幫助。所以地雖改變，山雖搖動到海心，其中的水崩潰翻騰，山雖因海漲而顫抖，我們也不害怕。有一道河，這河的分叉使神的城歡喜，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聖所。神在其中，城必不動搖。到天一亮，神必幫助這城。外邦喧鬧，列國動搖，神發聲，地便融化。萬軍之耶和華與我們同在，雅各的神是我們的避難所。你們來看耶和華的作為，看他使地怎樣荒涼。他止息刀兵，直到地極；他折弓斷槍，把戰車焚燒在火中。你們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，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，在遍地上也被尊崇。萬軍之耶和華與我們同在，雅各的神是我們的避難所。